莫显乎为，故君子慎其独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你隐藏的东西更能够被人家发现。你看看这多严重啊！这就是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一贯道提倡读经而且推广读经，绝对是好的。当然了，读的经不一定是限于四书五经，也可以读其他这个儒家以外的释道，乃至于基督教、回教都有很好的教义，把它好的东西拿来，真正的融合起来，这个一贯道才真正是这个无道一以贯之，真正能够道贯天下。大家说对不对？在这里特别祝福大家继续这样的努力，因为各位这样的努力，不但是可以帮助各位的修养，帮助各位的学识，还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和谐跟安定。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理想，透过教育教化，让社会变得更和谐。一贯道在做就是这样的事情。好，最后祝福大家，谢谢各位。非常荣幸，也是一份特殊的一年。今天能够在我们一贯道世界总会以及中华民国总会共同来举办这样一个万人读经会考的一个评鉴大会。那么今天也看见我们这么多来自国内外的道亲们共同来参与，而且呢也引起社会大家共同的重视。我特别在这里向大家表示祝贺以及敬佩的意思。老祖书，那么呢，以及各位先贤先生，大家应用有形无形的力量来协助，那么终于能够让一贯道，那么在各方面获得社会各界的了解以及尊重，那么也见容于我们的政府，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所以呢才能够顺利的来立法通过，而且呢能够正式让我们的总会来成立。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0几个的分会来成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道亲，事实上也已经有400万人之多，跃为我们台湾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那么在这里祝福我们会考圆满成功，一贯道这个道运昌隆，而且全人类会受到一贯道的一个帮助。那么整个初期的观念、周期的观念，甚至于世界村早就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呢来奉献心力。最后也祝大家身心愉快，万事如意，道业精进，诸事吉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但愿我们请几位公证学贤。但愿您生飞上法航，但愿出外一层一层的开创，但愿街道四开扬，但愿慧命永流长，但愿人间快乐又安详，但愿走出一片康庄，但愿迎来一场圆满的道场，但愿真心来担当，但愿万众共分享，但愿创造历史的辉煌，心想事成，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吉祥如意。当前，一贯道总会同时为了推广健康饮食观念，在中正纪念堂之瞻仰道上，亦安排爱心义卖园游会，既有300个素食摊位，由各总县炊事组精心策划安排准备，义卖项目繁多，说是琳琅满目，精彩倍增。
也都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个儿的压箱宝来吸引大家注意，以期达到全面推广健康素食的预定目标。贩卖种类有台湾传统小吃、客家美食、西式餐饮、健康食品。同时，各组县也安排有相关文物展，备有众多修道典籍、佛堂用品等。总归就是丰富满堂，叫人目不暇接。只恨时间有限，无法一品尝心声。热烈掌声，欢迎来。以热烈掌声来温柔的表演。Good fortune, good luck. 一贯道世界万人读经大会，在各主县的老成人、成人辈以及一贯道总会全体理监事跟秘书处的共同群策群力，以及各主县的共同发动之下，全球有70几个国家的道经代表来参与这一次，可以说是一贯道传道100年的非常有意义、非常盛大的文化传承活动。这次活动呢，也博得海内外的一贯道弟子、各主县道场领导前人的鼎力支持，全体道亲的全力灌注，可以说是圆满顺利成功。我们一贯道本身就希望让每一个生命呢都能够活出道的内涵，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这个字呢，道这个字呢，从首到臭，就代表从头到脚，代表我们整个生命。所以我们透过圣贤经典的涵养，邀请我们海内外所有一贯道弟子，都能够好好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呢，活在日常当中，活好这个道，也活好这个生命。对圣的基础可以口而诵心而为，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修道。修道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有正确的知见来修道，来办道，这对道才有深度的帮助，以及传遍世界各地，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知见的引导。因为我们大道虽然普传到现在，老祖师100周年，我们师母75周年，现在应该是要登上世界舞台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所有的道亲对道有一个非常深入、非常正确的认识，可以把道传得又宽广又久远。
们在这几年来积极的参与世界性的各种高峰宗教会议，像到新德里、到这个日内瓦、到巴塞罗那。那么明年呢，我们要到这个墨西哥也去参加这个世界性会议。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尊师母，感谢我们各祖先老前人，把这个道带来台湾，然后从台湾到延伸到世界各国。我们现在的道亲大概有800-900万，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同学大家的付出，大家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国不论种族不论各国不同语言，也都以中华文化为主轴来透过这样一个读经会考是一个世界化的一个见证，是起步的见证所以大家热烈的一个参与呢，一方面也代表着它的精深博大的文化是世界我们共同的一个资源，而且是人类幸福美满的一个基础。We already have been operating. I have committed, I will continue. And the only way is to make partnerships, share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 wisdom expands when you share it with the others. Knowledge expands and knowledge grows when you share with the others. My only message is, this is wonderful to see young children here learning the sutra.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if you can truly commit to this, then you have retained your culture,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 You've given the good foundation. They will definitely be good human beings.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只是上天的肯定，也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能够共同的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呢还好开发出来。这也是我们一贯道办这个活动，算是100年来的一个纪念。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起步，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希望继续跨出向世界迈进的这个步伐。也许在5年、在10年、在20年、在20年连续不断的100年了。我们希望照我们最大努力就是类似我们一贯道传道宗旨一样，就是挽世界为平，化人心为梁山，济世界为大同。我们一贯道希望在这上面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在美国办这个读经实在是不容易，因为语言的问题但是我们透过这个让道亲读经所以他们对道也比较出众的了解那这过程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听说这个一贯道大状元会考所以我们就鼓励道亲从美国回来